你啊，这边问大家好，感谢主，咱有一个好的时间来小小主的话个。你啊，这边当咱睡的时候，咱小小听咱的路，咱往就是大好。为了写当就是生命，那生的这面是好重要，当咱的生活着。生的这面就是当咱过去吼，咱就放了，咱做新的事，新的事就是得好吼，咱有一个规划，咱爱去做嘅。那也是咱用嘅物件，生嘅物件也是好好用，是咪？未老嘅，個好個靚，啊，就是得生嘅物件。那即大家生命嘅時候，嗬，咱穿新嘅衫褲啊，穿新嘅愛啊，迄件事嗬，啊，也是穿節也是節末生嘅末啊，有新嘅節末啊，嗬，啊，即接觸物件都是得代表新嘅事嗬，都是好嘅事。啊，而且在問到咱嘅生活就好，咱面對這件事，咱是每一日有佢嘅新嘅事。但是到那熟練嘅生活吼，到寫件使徒保羅往就寫得好，即係哥林多後書第5章第17節。啊，使徒保羅往就寫咁樣的，如果有人讀基督來名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故事已過呀，都變成新的了。啊，這個本啊，吼是咁樣的，像是咱老嘅時，就是當咱還未信主嘅時候啊，吼，咱到這社會裡面生活，那咱接受主耶穌成為咱救主嘅時候，咱就成為一個新嘅人，成聖，即係成為變性嘅一個人吼，就是當咱有這個主裡面相信，咱已經得了新嘅規劃啊，咱得了新嘅目標啊，就是咱生活着主嘅裡面，就是讚美主嘅名，咱所達嘅話，咱所記嘅事。就是攏種變了先咯，唔係多為人自己話，但是為主話。當咱到為主嘅時候，咱生活會改變，咱態度、咱思想啊，對咱自己也是對其他即係咱隔離隔別，咱也是跟咱同工嘅，咱也是咱朋友弟兄，也是咱家內嘅人，嚟查某人，或者咱查甫人，啊老啊好，也是咱嘅農家，就是咱有新嘅態度到主耶穌裡面，有一個希望，也是有一個盼望。也是有一個新嘅推發，面對咗罪嘅時候，咱生活着。所以定係就問這件基本吼，咱就是得咱過生命嘅時候，咱就想着啊，咱老嘅時候咱無用咯。咱想着這件事，咱所領嘅時候，咱所做嘅樣事唔對嘅時候，咱要放了咯。我想咱生命哦，咱新嘅時候啊，吼，就是袂學嘅吼，啊學嘅吼，俾佢隨便咧，咱厝啊，人生咱隨便便。就表達咱愛行這生嘅呢，就是行新嘅事啊。所以咧，點解就問今年咱就是得，當咱過年嘅時候，咱少了咱嘅所領嘅生活，樣時咱未信主，咱生活到主裡面；但是咱信主嘅時候，咱生活就是到主裡面。所以咧，這個基本學提醒咱過嘅這幫嘅生命嗬，就是得咱已經到耶穌裡面咯嗬。所以咱就是新造的人。新嘅到耶穌裡面，咱故事過去哦，忘了嗬，啊，咱就變成為新嘅了。所以今日咱就需要這件事，成為新的人。而且就問，希望咱每一個人，當咱過年嘅時候，咱記載這件事，咱到主耶穌裡面，咱今日生命也是代表咱嘅見證。大部分咱家裡人聽，大部分每一個人聽。咱已經到主耶穌裡面，咱是新造的人，讚美咱嘅主嘅名。而且就問上帝祝福咱每一個人，希望咱能接來過年後有歡喜嘅心，有特別感謝主嘅心，咱就當嚟禱告。主，我能感謝你，每一年我能過嘅生命，就是我能希望主多年，我能盼望，我能嚟生活着，到主耶穌裡面，使到我能所記嘅事，我能所答嘅話。主耶穌多年我能，使到我能讚美你嘅名。而且就明講過了這生年，也是過年嘅時候，希望主多年，希望主幫助，使到我能記得這件事，我能已經到主耶穌裡面，我能使我成為聖的人，讚美主嘅名。我能希望我能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耶穌祝福你能。